緊急展。台南市長黃偉哲與 AI 黃偉哲共同擊掌，象徵科技與文化的跨界合作。這幾年生成式 AI 影像技術普及，輸入文字就能生成圖片，但常常出現文化失真的狀況，因此宣布推出文化內容生成平台，打造全台第一個文化 AI 影像生成模型。這些國外訓練出來的通用語言模型，其實他不懂台南，他不了解台南，所以他產出的結果，是混雜了其他國家的文化背景所拼湊出來的影像，它沒有辦法表現出台南真正的歷史的樣貌。未來所有的影視創作業者或者是視覺設計業者，他們其實要呈現出老台南的樣子的時候，可以透過這樣子的一個系統做更完整的一個搜尋。平台具備文字生成圖片、局部重繪以及老照片解析度放大等3大核心技術，以將近1萬張的府城歲月老照片作為基礎，和專業文史工作者合作進行資料標記與 AI 訓練。創作者只要輸入文字描述 ，AI 就能生成符合台南在地建築風格與歷史氛圍圖像。台南400的歷史，事實上是靠歷代的人，包括現在人一起建構出來的。那我們希望在整個400年的歷史長河中，各位千萬不要缺席，配合现有的这个 AI 科技，加上我們的老照片所建構出來，過去台南形塑出來的一個歷史以及城市的圖像，那能夠讓很多市民朋友們在回味那段過去的歷史的時候，在用 AI 來建構的時候，它的背景不是一個根本沒有台南味，甚至你自己都不認得的一個虛擬的一個圖像。照片徵集1989年以前在台南市的自然人文風景、市政聚落街景以及各種建築外觀，搭配文化內容生成平台，借由老照片培育 AI 資料庫，開創傳統檔案的新應用。記者周懷談的報道。